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38章。马坦的囝示法提雅，巴西互尼的囝基代利，示利米雅的囝犹甲，马基雅的囝巴西互尼，听到耶利米对民众讲：上主安尼讲。所有留伫即个城内面的人，拢会因为战乱饥荒瘟疫死。毋过出去投降巴比伦人的，就会活，亲像性命阁捡着。上主阁讲：我要将即个城交互巴比伦王的军队，伊一定会攻占即个城。迄几个官员就去甲西底家王报告，讲：请王甲即个人处死，因为伊甲城内剩落来的军兵甲人民讲即款话，互因的士气消沉失志。即个人毋是要互人民安全，是要互人民受灾害。王甲因讲：我甲恁讲，我甲伊交互恁，恁安怎甲伊处理，我袂甲恁反对。因就甲耶利米掠起来，用绳仔甲伊推落去王子马基雅伫护卫队的埕的蓄水池。即个蓄水池无水，只有土糜。耶利米就陷伫土糜内面。西底家王伫便雅悯门底处理案件的时，王宫内面的太监、古实人以别米勒听到人甲耶利米累落去蓄水池，就出王宫去对王报告：我的主，我的王，遐个人安尼处理先知耶利米有较过分，因甲伊放落去蓄水池，伊会饿死，因为城内已经无粮食啊。王就命令古实人以别米勒讲：你对遮带30个人，待先知耶利米还未死，甲伊对蓄水池救出来。以别米勒就带遐个人入去王宫的仓库，摕一寡旧衫破布，用绳仔累落去蓄水池内面，互耶利米。伊甲耶利米讲：你用遐个旧衫破布下伫绳仔顶面，夹伫你的脚下空。耶利米就照安尼做。安尼，因就甲耶利米对蓄水池捡起来。耶利米继续互人拘留伫护卫队的埕呢。西底家王派人去甲先知耶利米带来上主圣殿第3个门的入口。王对耶利米讲：有一个问题，我要请问你，你着照实讲。耶利米对西底家讲：我若照实甲你讲，你一定会甲我杀死。我甲你苦劝，你嘛袂听。西底家王就私下咒蛇讲：我记创造咱性命永活的上主咒蛇，我一定袂杀你，嘛袂甲你交互遐个肖伤你性命的人。耶利米就对西底家王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你若出去投降巴比伦王的将军，你就会活。这城嘛袂互因放火烧，你甲恁全家拢会当活落来。你若毋投降巴比伦的将军，这个城就会交伫巴比伦人的手。因会甲城放火烧，你嘛袂当脱离因的手头。西底家王对耶利米讲：我真惊遐已经投降巴比伦的犹太人，惊巴比伦人甲我交互因，因会甲我虚人凌辱。耶利米讲：巴比伦人袂甲你交互因啦，
请你着照我对你讲上主的话去做，安尼你就会平安无事，你嘛为我。你若毋出去投降，上主已经安尼指示我。所有留伫王宫的宫女会互人掠去巴比伦王的将军遐，遐个宫女会指责你讲，你信赖的朋友煽动你，你互因骗去，因互你的骹陷落谷迷，就越转身做因走。你的嫔妃甲后生查某囝拢会互人掠去巴比伦，你嘛袂当逃脱。你要互巴比伦王掠去，这城嘛会互人放火烧。西底家王甲耶利米讲，你袂用得互人知影咱讲话的内容，安尼你就袂死。若有官员知影我有甲你讲话，因来问你讲，你甲王讲甚物，王甲你讲甚物，你着照实甲阮讲，若无，阮要甲你杀死。你着甲因讲，我简单请求王，毋通甲我送倒去约拿单的厝，则免我死伫遐。后来，所有的官员果然来问耶利米，伊就照王的吩咐甲因回复。遐个官员无搁追问，因为代志拢无漏泄出去。安尼，耶利米继续关伫护卫队的城呢，关到耶路撒冷受攻占迄日。